Hello，我係 Andy，今日第一位客戶朋友去簽約，今次就唔係買新樓簽約，係幫佢買咗自己一間舊屋。其實依家成個市場環境係比較活躍嘅，無論係一手定係二手樓。好似呢位客戶朋友，佢上個月29號先揾我去放盤嘅，咁依家就係4月15號左右，就已經係成功賣出去簽約噶啦。後期所的交易金額。俾大家睇一啲數據，3月份嘅二手成交量係自2021年6月份以嚟最高嘅位置。呢一間屋由掛牌到成交用咗10幾唔到20日嘅時間，比4月份平均嘅二手成交周期68日縮短咗2/3嘅時間嘅，係側面說明咗一種情況。依家嘅價錢無論係一手定係二手，已經係築底，只要適合自己就可以入手啦。客戶呢間係一個98方嘅3房2衛設計。入戶呢度會有一個位置去做雜物間或者係儲物室，呢邊係有個位置去做鞋櫃、道士，一隻係非常之經典嘅樹廳設計。呢邊飯廳、客廳、道士呢啲家具全部都係留住喺呢度。咁露台對出嚟嘅話，呢邊係完全冇遮擋，非常之開揚。睇翻南向呢邊嘅景觀，咁廚房嘅電器啊，呢啲全部都係齊全，道士都係有雪櫃。有呢個爐頭啊、微波爐啊、消毒碗櫃啊，全部都喺呢一度。呢邊3間房，呢邊係客廁，呢邊第一間客房，到時呢個床褥、冷氣機，呢邊都係床褥、冷氣機，都係留喺呢一度。咁呢邊主人房，全部家具、家電基本上係齊晒嘅。主人房嘅洗手間。OK， 今日就分享咁多。關注 Andy，喺房屋方面有任何問題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繫我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